阿姐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搁一摆转来到淡水教会来请安甲报告。今日嘛代表大专中心，大家来说多谢。伫讲道的台上，咱搁一摆三角来祈祷。各位主，愿你开拓阮的心，亲像你对门徒所做的，也互阮会当明白你恩典的记号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伫前几周就是受难周的时阵，有一出电影叫做《莫大涅的玛利亚》，莫大拉的玛利亚。这出电影伊是用无共款的角度来描述耶稣受苦甲国外的即个故事。当然，就是即个影片、即个电影的即个名，就知影讲即部电影的主角是即个玛利亚，莫大拉的玛利亚，也就是对伊的角度来看耶稣甲伊的门徒，以及最后耶稣死，搁有国外即段的遮个代志。耶稣受难之前，伊坐解甲门徒讲，伊将要受掠，要受难，伫死了后的第3日会过活。总是伫迄个时阵，无有人相信伊所讲的话。伊的门徒拢认为讲老师胡白讲，哪有可能？后来代志真正发生了后，跟对伊的门徒也四散。毋过，遮个学生因伫咧逃走了后，因搁偷偷组织做一伙，因图无将来要安怎？一直到耶稣伊捌讲的迄日，也就是过活的迄日，遮个妇女因来到墓边，伫马太、马可记载，就是即个莫大拉的玛利亚，伊是其中的一个。遮个妇女因看到上帝的使者。毋过，因伫遐却无找到耶稣的身躯。因是第一个知影耶稣过活的人。因无亲目睭看见即个新约，毋过因有想起讲耶稣伊捌讲过安尼的话，所以因就相信。并且紧紧转去甲遮个门徒以及其他的人讲。总是这11位的门徒，阁有其他人，并毋是真相信。特别是彼得，伊还阁走去看讲即个梦敢若是敢是安尼？即个代志敢若是真的？同一天，有2个学生因前往就是要前往耶路撒冷的即个路上，伊拄着一位青云人。即个人竟然对即几工所发生的代志拢毋知影，咱知影讲即个人就是耶稣。因迫切甲即位新的朋友，其实就是耶稣本身来讲即几工即个城内所发生的代志。对因的描述的中间，因讲出因所捌的耶稣。对受审判一直到遮个妇女因报耶稣过活的消息。因2个描述甲非常的详细，同时因对耶稣所讲的，其实就是因对耶稣的一个告别，也是一款的疗伤的过程。这个故事其实是咱真熟悉的以马忤的路，在这段的路途的中间，耶稣加入因，成做因这段旅程的同伴。耶稣看因安尼悲伤，看因竟然无法度认出伊就是因的老师。耶稣看伫眼内，伊并无甲因吐。耶稣伊是加入因，听因，也陪伴因，行这段悲伤的路程。行伫这条以马忤的路，是一条陪伴的路。行陪伴的路嘛是爱真久、真远。行陪伴的路。需要爱有人讲，嘛需要有人听。伫即个听甲讲的中间，就是团契的开始，并且伫讲出来的即个时阵，耶稣伊就伫迄个中间，并且开始伊医治的工作。
伊妈拢的路是一条门道，因为看袂到耶稣，一直到看到耶稣的道路。拄着国外耶稣，并毋是一个人，伊个人的一个属灵的经验尔。对路加福音24章一开始，作者伊一再会提出讲耶稣伊国外的证据，亲像即个空的坟墓，亲像彼得伊看到即个幼地布放伫即个墓内底，亲像即个原本甲即两位学生因做伙共到即个找坟人，伊突然消失，毋过却留落来即个掰开的饼，等等。耶稣基督伊用侪的即个证据，将家己显现伫学生中间，伊摆除了伊家己是一个鬼、一个神的可能。伫今日经节36节，安尼讲，迄两个门徒伫讲的遮个代志的时阵，耶稣亲身徛伫因中间，对伊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因也惊也喘，想讲是看到鬼。拄则的翻译讲是叫是伊是神，毋过有另外一个版本讲，看到鬼安尼，这是真传神的一个描述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恁是安怎不安，心内哪会摇疑？看我的手，看我的骹，确实是我。你摸就知，因为鬼无骨无肉，摸看觅咧，我拢有。”耶稣讲了后，就将伊的骹甲手伸互因看，因欢喜，敢毋敢相信。毋过犹阁咧奇怪的时阵，耶稣问伊讲：“恁遮有啥物通食无？”因就摕一尾上好的鱼互伊，伊就将就即个鱼仔伫因面前甲伊食去。即个画面中间，这一字一句，每一句中间拢说明着，伫即个路加的作者对伊的角度来看，国外耶稣伊是实实在在，伊有一个形体，会当互人摸、会食、会啉的人。后来阁继续44节，耶稣甲因讲：摩西的律法，以及先知的册，以及诗篇记载关系我的代志，一定着应验。这话我要甲恁做伙的时阵，就已经有甲恁讲啊。耶稣就开因的心窍，互因明白圣经。甲伊妈5的故事共款，咱看到有两个真重要的要素。第一个就是关系圣经新的讲解，以及即个掰饼的代志。伫即两个要素的中间，咱也看到咱着回想即两个门徒，因伫伊妈5的路上，因听到耶稣讲圣经，因的心就火热。后来因的目睭互拍开。一直到今仔日即段讲到因转去到耶路撒冷，甲其他的门徒聚集的时阵，耶稣显现伫因的中间。耶稣开因的心，互因明白圣经。即两个要素，也就是形成初代教会生活的4个要素，就是使徒的教导、团契生活、掰饼，阁有祈祷。其中的2个要素，伫伊妈5的即个暗顿，耶稣甲因做伙食饭，搁一摆用掰饼来成做一个记号，搁一摆提醒因讲，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境遇，国外的耶稣拢伫因的中间。当因看到耶稣的记号的时阵，因2人就认出即个人就是耶稣。毋过，耶稣却伫迄个瞬间，伊消失啦。当耶稣搁一摆出现的时阵，是伫所有的门徒的中间，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耶稣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即句话实在是真重要，因为耶稣知影因也惊也喘，想讲是看到鬼，看到魔神仔。平安。即个字是咱大家真熟悉的一个字。平安已经成做咱基督徒平常时拍招呼的一个用语。
某种的程度，就甲咱平常时讲嗨、hello 共款。平安这个字，若是伫希腊文的意思，原本的意思是指讲无有战争、停止战争的意思。所以平安伊也代表是和平的意思。伫希伯来文内底，也就是咱常常听见的 shalom， 伊的意思就搁较宽，伊包含着即个祝福的意思伫内面，也有健康、富裕、长岁数，搁有欢喜、和睦、甲美满的意思，等等等等。伫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也记载耶稣有讲过：我留了平安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。我所赐互恁的，毋是世人所赐的。恁心内毋通不安，嘛毋通惊吓。我有拄过碰过一寡的牧师甲长辈，因伫平常时安尼问安咧拍招呼的时阵，因不只是讲平安尔尔，反正因会问讲：你有平安无？一般人咱咧讲平安，是指咱无就是无拄着困境，咱的心心所愿，事事拢行通的即个感觉，咱对平安的印象。毋过，这可能毋是耶稣的意思。咱伫即个世界中间，咱是毋是有法度来保持咱内心的即个平静，搁有外在的和平？对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咱敢毋是时常着爱面对咱家己自我的冲突？咱伫即个世界中间，咱有侪价值观的挑战。或者是咱面对着即个信仰的冲击，遮看袂到的遮个混乱，互咱叫是讲咱真好，无代志。平安是咧表明上帝伫咱的中间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伊是会当赢过死亡甲惊吓的即个生命的力量，互人甲上帝和好。耶稣基督伊带来的是平安，是一种带有生命力的即创造力的平安，会当搬过死亡，搁有遮带来的惊吓。所以想到讲，遮个长辈因问讲你有平安无的时阵，其实嘛，互提醒着讲，因就敢若咧学习耶稣共款，一直以来伊是关心伊的学生。遮个群众因心内的需要，伊问讲愿恁，伊讲愿恁平安，或者是遮个牧师长辈因讲你有平安无？因其实就是真直接来点出，来甲伊拍拍肩膀讲，恁敢有平安？敢有发现着你心中即个惊吓？直接讲出遮个学生因稳重伫心内，对即个国外耶稣应该是欢喜，毋过却是惊吓。耶稣甲因讲：恁是安怎不安？心内哪会摇疑？看我的手，看我的骹，确实是我。恁摸就知，因为鬼无骨无肉，摸看觅咧，我拢有。对因讲，圣经有安尼记载，耶稣基督受苦难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搁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，来得着赦罪的道理。对耶路撒冷起，一直传到万国。恁就是遮个代志的见证人。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互恁，就伫即个城听候，交恁得着对顶面来的能力。若像头前所讲的，耶稣伊不只是留落来国外的证据，伊阁显现伫因的中间。门徒因望耶稣也做伙啉食，
来证明着耶稣肉体的活，就亲像咱每一届伫信仰告白内底所讲的，咱相信伊个活，因为伊搁一届用伊的行动，搁一届进入咱的生活中间。伊教导遮个门徒两个重要的主题。第一个就是耶稣伊的死甲个活是圣经内底所有言的。囡仔悔改相信的人，伊的罪要得到赦免。第二个就是门徒爱诚做伊的见证人，带着圣神的能力去甲救恩的好消息传予万邦，对耶路撒冷一直到万国。拄则咱所吟第一首的圣诗，伊来手真爱，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转折。这首诗歌的作者，伊是一个纽西兰的教授。拄则若是咱有印象，拄则歌词讲，伊来唱真爱，伊捌我唱真爱，伊死唱真爱，伊搁我真恬静。这仁爱要演煞，就写做歌来唱。你甲我同做歌手，搁有和平、信心甲愿望。这作者伊用唱来象征耶稣基督的一生，对伊的出世、死、搁活，以及伊伫世上所做一切事工，所表现甲宣扬的这个疼心、信心、愿望甲和平。呼吁每一位的基督徒，咱着将即个信、愿望甲疼、和平来变做咱实际的行动，来演耍耶稣基督所交代予咱的使命，继续唱出美好的见证。耶稣基督伊呼召咱共同成做人类和平的这个记号，也就是咱的教会、咱的团契的意义。耶稣予所有的人组织做一伙，并且是所有无共款的人组织做一伙。无论是咱的言语、咱的生活的境遇，甚至是反对伊的人，甲伊无共款的人，甲咱无共款的人，互咱每一个人，互众人会当成做和平的这个继承者，会当成做平安的见证人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愿你的平安光照伫阮的中间，互你的平安伫阮心中重新来出现。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互阮有我靠你的勇气，并且带领你的教会，成做福音的见证。愿你的疼，互阮重新看到你。并且伫你的疼中间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